心讲啊，我所有的儿女，我众多儿女里头哦，就这个李千娜，就是这个李千娜特别爱找我麻烦。也不是这样讲啦，其实也就是说，她发片的速度啊，她工作的量啊非常的大，所以常常都需要有一些活动之类的。哎，我记得啊，我第一次看到李千娜的时候啊，她就是一个大大的啊，个子大大的，然后大大咧咧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讲话呢很直接、很直爽，然后很聪明，然后很讨人喜欢。哎，反正我很爱她啦。但是呢，我记得上一次金钟奖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起坐在台下要竞争那个金钟奖，他居然没有让我这个阿布他没有让我这个阿布，他直接就把金钟奖拿走了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千娜，你给我记得，唉，最后我要祝福李千娜，她发行这个专辑《杂音》啊，发片成功大卖。